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台中大甲妈的廖警，明仔暗11点就要来起驾。镇南宫的董事长颜清标来宣布，要严格执行防疫的规定，包括这个随行的训导甲工作人员，预防车拢要注满3剂，袂当来软脚卡，嘛袂当来抢脚。另外，这个彰化地区讲要开放国小的运动场，互廖警的队伍来休困，但是家长是大反对，就等囡仔会去喂着病毒，所以希望县府会当统一卖来开放。即摆大部分的学校拢无要开放咯，敢若剩国城这间国小限时开放便所，互信众方便。台中大甲妈镇南宫绕境1年1度即将要在10月8号登场了，也就是明天。那他的董事长颜清标今天也特地来出面做行前的防疫说明。拍好这个3剂疫苗，嘛禁止讲软脚卡、不共食、提供这个盒装的餐食，袂使哪行哪食。美方强调，因为国内疫情哪来哪严重，高港8暝进香是3月小妈祖上大场的运动活动，就惊有倒着病毒的风险。严格遵守 CDC 防疫规定，若是无注满3档预防车做实验制登记，领 OK 证信图，无法度参加运动，嘛袂有软脚卡抢救仪式，大人嘛拢爱专程挂喙罨，甲防疫的措施做齐全。不过，就彰化学校的家长真烦恼，队伍若是要去学校内底，敢会有疫情的风险。以下的小孩全部没有打疫苗，我们家长非常的焦虑。小朋友们都还没有打疫苗，还是明文规定让他们香课不要进到学校的范围，会让我们放心比较多。家长大多数烦恼囡仔也未注满3剂预防车，无抵抗力。若大甲妈运总经过学校，差不多拢是国小，去的时间佮拄好是新生报道。真侪学校拢无对外开放，除了国小国小有限制时间开放便所互人用。又有守卫可以做管控，镇南宫的3OK 卡，然后戴口罩、10连制跟量体温，给这些香客方便的一个情况下，适度部分时间的开放。学校强调会以囡仔安全为主，卖随时做调整，认真做防疫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